因为所落的地基以外，无人会落别的地基，地基就是耶稣基督。咱作为来临诗，根据新信诗24首，旧信诗是71首。我心何路至高上帝，下弟兄妹仔，起立，咱因转手。咱用心的改变，做咱今日的信仰告别。咱做伙来读，请。恁着真心真性真意，告诉你的上帝，这个界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差亲像是讲，恁着请厝边亲像家己。这个了解是全化甲身边的总分头。我用新的改变，予恁，就是恁着相听，亲像我捌听恁，恁若安尼相听，恁若相听，进来要对安尼知，你是我的下司。下弟兄妹，请坐。咱做伙来读课文28篇，诗篇118篇。伫个信息后壁面，还是看头前个单影片，我来刻来回将来因。要感谢上主，因为伊至善。伊的慈爱煞到永远。愿以色列讲。伊的慈爱煞到永远。愿阿伦祭司的家讲。伊的慈爱煞到永远。愿所有敬畏上主的人讲。伊的慈爱煞到永远。伫危机的时，我求救上主。上主就应答我，来救我。上主甲我同在，我免惊吓。人会论到我安怎？甲我开公义的门。互我通入去感谢上主。
这个门是上主的门。上帝啊，你有应答我，我要感谢你。起厝的师傅，去杀的石。这是上主的作为。这是上主所定的日子。上主啊，我求你，求你解救我。上主啊，我求你，求你挽救我。奉上主的名来的，迄位应该受祝福。上主是上帝，伊予咱光明。着野手机来参加庆典。你是我的上帝，我要感谢你。你是我的上帝，我要宣扬你的伟大。就感谢上主，因为伊至善。伊的慈爱宣到永远。咱作为阿头来祈祷，阮伫天顶的阿爸爸啊，感谢你的恩典，互阮伫遮会当甲你做伙领受你的会意。愿你帮助身体欠的兄弟姊妹保守看顾，主啊，阮会满心感谢学罗你的圣名。阮的祈祷靠主，拢是奉靠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学罗，今日抗联团结诗班因要献的诗歌的歌名是《奇恩典不再有捆绑》。今日抗联要献的诗歌，可能大家真熟，总是旋律有一点不一样。落尾我会邀请咱大家来学习唱不同款的所在。
过今日机会，咱有平安无？咱会当得到平安，是因为上帝奇妙的恩典。啊，咱即马要来唱副歌，8 point 副歌。啊，咱要来唱副歌3摆吼。第一摆，咱可能是细声在咧唱；第二摆咧，较勇敢咧在咧唱；第3摆大声唱出来，因为这是上帝奇妙的恩典。无困吧，但阮日头吧，愿求主耶稣伊付代价，这大恩典，那将我愿永远的听，奇妙恩典，无困吧。但阮日头吧，愿求主耶稣伊付代价，这大恩典，那将我愿永远的听，奇妙恩典，大家来唱，无困吧，但阮日头吧。愿求主耶稣伊付代价，这大恩典，那将我愿永远的听，奇妙恩典，永远的听，奇妙恩典。恭守上帝的话，咱献归圣经新约以弗所书第1章15节到23节。15节咱做来读，因为安尼，我既然听起恁中间伫主耶稣的信，甲献出伫真信道的仁爱。就为着恁感谢无煞，基督的时效力，求咱的主耶稣基督的上帝，荣光的爸，就是你智慧启示的神，来深捌上帝，恁着深捌得到光明。互恁知伊了人所毋望的是怎样，伊的业伫信道中，荣光的父有到怎样？我知影伊的权能，伫咱这个信的人大啊怎样？照伊前所捌行伫基督大权能。去力的供应，互伊对世人中国我认真认做伊的大名，看过拢总上尊师的、掌权的、才能的、治理的，以其所号的名，毋能伫现世来世。拢跨过远远，搁互万项有幸福伫伊的骹前台，是做万有的头来享受教会。教会是伊的身躯，伊充满的，伊也是用万有充满万有的。愿上帝祝福听伊的话、照伊的话来行的人。今日讲到是也是新学生要来甲咱信息的分享，伊的题目是食做教会，伊毋是甲咱教会新学生。大家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先来祈祷咱的上帝，慈悲赐恩典的上帝，
阮只是自己在遮，求你的圣神大大充满咱阮每一个人，互讲的、听的拢得到真理。阮安尼祈祷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拄过即个礼拜，新安宫读到启示录，讲到即间初代的教会，上帝借着使徒约翰的启示，互咱看到上帝对这七个教会的境界。虽然咱后部教会自然无可能会当伫圣经中看到上帝对咱的境界，但是咱却会当伫圣经中看到上主对教会的要求，甲伊的旨意。要进入今仔日的经文开始进前，想要伫遮心来问大家：恁认为教会是啥物呢？现今的教会面对侪侪议题，真侪政治的挑战，嘛有足侪毋知影怎圣经中无记载，毋知要怎样，互教会会通来回答即个社会所提出的问题。咱要来明白上主对教会的要求，咱爱先来明白上主的旨意。而且，若是会当，想要邀请大家会通摕手边会通准备你的圣经在你的手边，咱会通做伙来看今仔的经文。咱今仔的经文记载在第1章15节到23节，但是咱要先来看以弗所书第1章3节到14节，咱会当发现伫第5节安尼讲，上主照伊的旨意，定着互咱照着耶稣基督得着诚做伊的囝的名分。但是毋是安尼就结束。保罗继续讲，上主的旨意是因为伊爱呼召人出来。伫第6节、12节、16节，咱会通看到，是要互上主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叫伊的荣耀伫基督内底有毋茫的人得到称赞，互伊的荣耀得到称赞。咱会通不断看见，上主对伊的教会，对相信伊的人的一个要求，就是要互伊荣耀得到称赞。所以，咱解决中其中的一个信条，叫做卫斯敏斯德小教理。第1条是安尼讲的：人活着的头一个目的，就是荣耀上帝，而且是以上主为快乐得到永远。人活着的头一个目的，就是荣耀上帝。这是上帝对人的旨意。对这，咱要进入今仔日的经文15节到23节。这段经文是保罗为着遐相信耶稣基督的人祈祷的祈祷文。咱能看见15节到16节是伊讲伊为着这信徒，伊要来感谢，要来祈祷。看起来落长，但是其实保罗为因所求的只有一项事，就是第17节所讲的，求荣耀的父上帝赏赐恁智慧甲启示的灵，互因会当搁较明白伊。咱所读的圣经版本，这是用智慧甲启示的神，但是伫原文中，伊是直间用灵这个字。保罗的这个恳求，
带出，互咱有两个提醒。第一，人要怎样明白上帝旨意，爱对信心来，因为信心，伊互咱有智慧、有启示，互咱会当真正明白上帝旨意。第二，上帝所授予信心的目的，是为着众人搁较明白伊。伫长老教会，咱较少在讲信心、圣灵，但是对今仔日经文，咱会当发现，保罗是直接指出，爱军队基督的人，就爱安尼求，就爱切切向上帝求，伊授予互阮有智慧甲启示的灵。有时阵信心充满有可能的确会互人感觉惊吓，但是咱嘛在这个过程中，咱会当学习经历信心的做工，咱才会当继续追求上主的旨意。伫即摆的现代，真侪问题的确无写伫圣经，但是若咱相信咱的上帝是一个慈悲、高速稳定的上帝，咱就会通确信，上帝伊会赏赐伊智慧甲启示的灵，互咱知伫即个世代，教会要安怎行，要安怎回应即个世代所提出的问题。对即两个提醒，还有互咱嘛有另外一方面的思考。伫台湾即个土地，毋但咱长老教会嘛有别个其他的教派，有时阵因的教派常常在讲信心、圣灵，但是有时阵咱嘛会因为羡慕信心充满的元素，而失去咱的目标、目的。信心元素安尼毋是无好。但是，那只是停在遮，那只是我知影我会通讲方言，我会通赶鬼，我会通医病。但是那只是停在遮，就失去甲信心同工，互人明白上主旨意的机会。这才是信心，上帝赏赐信心，互咱上重要的，是要互咱搁较侪明白伊的旨意甲伊的经历。伫信心的帮助，人会怎样搁较明白上主的旨意呢？咱拄仔是讲17节，咱继续来看保罗在18节一开始，保罗用光照这个词来描写经历信心的人。因为因心内的目睭得到清明，才会通看明白。这个是伊家己的见证，是保罗伫使徒行传第9章、第22章、第26章遐拢有记载。保罗3界见证是上主亲像光，亲身出现伫伊的生命中，伊才会当明白上主的旨意，才当得到转变，开始为主打拼做工。17节拄仔讲，咱活着的上帝赐予咱信心的目的，是互咱会通搁较侪明白上主的旨意，这是目标。那遮所讲的光照，就是上帝稳定。上帝旨意的行动，保罗为着遮信的人恳求信心，互因会当明白什么呢？就是继续写的有3个，互因知影上帝宣召恁来得到的愿望是啥物。
所应允的祝福是遮尔丰富，以及伫咱信伊的人中间在运行的关联是遮尔大。为什么知影这三个问题遮尔重要呢？为什么知影这三个问题遮尔重要呢？因为这三个问题拢甲人的价值观有关系。若是有机会去问两个完全无同款背景、无同款文化、无同款世界观、价值观的人，问伊什么是愿望，什么是祝福，什么是关联，绝对会得到无同款的答案。咱每一个人拢一定有本身，也是你原本家庭、原本学校、原本你背景所，互你明白这个世界的一个价值观。但是咱来到教会，咱经历圣神，咱得到基督耶稣的救恩，是为着互咱搁较侪明白上帝伊的国的价值观。伫创世纪第2章遐，上帝吩咐亚当，互人分别善恶的树，伊袂当食。但是蛇却安慰夏娃讲，食迄个果子袂死，会亲像上帝分别善恶。当人当作家己袂当亲像上帝，伊当作伊家己所认为的价值观，就是全世界的真理，会通分别善恶，离开上主的价值观，做就进入世界，人就受捆绑。就亲像保罗，当伊还未得到拯救，依照伊本来的价值观是犹太教的价值观，所以伊就去迫害初代的教会、初代的基督徒。但是当伊经历上主的拯救，伊就知影上主的旨意、上主的恩典是遐尔大，毋但是犹太人，嘛是全世界的人。咱即马所活的这个世代，是一个鼓励每一个人个人自由的世代。其中所指出的是我家己的思考上重要。我本来我的价值观才是真理。所以，若是无共款，甲我的价值观无共款的，我就无爱是甲伊相信。伫教会嘛是常常嘛是安尼。当咱来到教会，当咱听到上主的真理，咱若是无改变，咱若是还是照我原本的价值观来活伫这个世界，那若是安尼，咱就无真正得到价值观的更新。咱来看即马这个世代上影响人的一个价值观，就是追求成功。现代人常常一生打拼，为着得到成功，成功诚多。一个人一生的目标，嘛是逐一个人敢会通有成就，敢会通有价值一个目标。若是安尼的价值观，咱对上主的期待，嘛是上主会当互人得到成功，得到出头天，伊才是迄位真实的上帝。上大的能力就是会通互一个人不断地搁较悬、搁较好的地位向前。其实拄讲的这三句，就是咱拄伫讲的，这个世界互咱所相信的愿望，
所相信的产业、所相信的祝福关联是啥物？而且毋是讲追求成功无好，只是爱咱来思考，若是教会嘛用成功的价值观来思考信仰，咱就完全唔明白上帝借着耶稣基督伫十字架顶所做的事。耶稣伫十字架顶的死亡，是迄当时的人所祈求的。若是教会袂当分别世界的价值观甲上帝国的价值观，咱若无经历信心的启示，安尼教会画出来的价值观，其实甲社会所画出来的价值观就无啥物无共。但是保罗伫遮继续讲。第20节到23节，伊讲耶稣基督的国话本身就是上主权能的完全显现。伫这4节，保罗描写上主伫耶稣基督国话所用3个动词：20节运行，22节互万物面合伫伊的骹下。还有做教会，做一切的头，做教会的头。保罗特别描写出万物一切统治能力，迄当时的现在，即马的现在，还有未来，所有一切。世界的价值观，拢已经屈落在上主借着耶稣基督所实现的新的价值观，是伫安尼情景，咱才会通明白23节所讲的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身躯，这句话才有意义。23节讲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身躯，是因为只有人得到光照，得到信心的启示，得到新的眼光，才会通互人对过去出的死亡官兵之下的团体，会通甲耶稣当死当国话。成做一个真实活的教会。等咱转去讲，会通继续看第2章，咱会通看到保罗继续讲，这个教会本来你进前是怎样，你现在是怎样。同款对今仔日的教会嘛是安尼讲。当咱经历上主所赏赐迄个智慧甲启示灵，当咱得到更新。当咱得到转变，当咱会通成做一个真实活的教会，咱就会通甲别人见证，我过去是怎样，现在是怎样。所以讲遮尔济，即马爱回到一开始迄个问题，到底什么是教会呢？教会就是一群相信上主和基督耶稣国外的信仰团体，这是咱的个别。但是，若是安尼，其实是无够的。教会嘛爱互人得到价值观的改变，重新以上主的善恶来成做信仰团体的实践标准，咱才会当真正伫这个世代画出上帝国的价值观，甲这个世界价值观无同款的所在。今仔日教会若是要搁再一摆徛起来，显出上帝大能，袂通靠咱家己的气力
伫今仔的经文，互咱知咱爱单倚靠信心，是爱倚靠享受信心的迄位阿爸爸上帝。咱所有通做的，只是对着信心的带领。而且，咱爱亲像保罗，为着教会，为着彼此祈祷。拄仔讲，咱今仔日所读的经文15节甲16节，讲即个今仔日所读的完全是保罗的祈祷，是保罗不停，保罗一直不断不时地为着教会的祈祷。咱即马嘛同款，但咱希望后堡教会会通伫遮诚做即个地区的迄个光，会通互搁较侪人离开黑暗，进入光明。咱就爱继续献上咱的祈祷，恳求上帝赏赐伊的信心，互咱有智慧、有启示，互咱知影怎样得到上帝国的价值观，互咱会通诚做真实活出上帝旨意的迄个信仰团体，咱才会通得到即个地区的人的性命的灵魂。咱做伙来祈祷。阮伫天父的爸，你的旨意是要互搁较侪人得到拯救，互搁较侪人明白你的恩典，你照着耶稣基督的保护，互咱会通对罪恶、对死亡的权柄，也会通脱离出来。但是阮伫遮先来向你恳求，求你，互阮有迄个祈祷不断、祈祷不时、祈祷迄个动力。嘛，若是为着即个教会，嘛是为着即个地区，嘛是为着你的旨意，会通伫即个全地得到讨棒。我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感谢新学生用这好的信息，甲咱来分享。回应上帝的话，咱献归信息，新信息255首，有信息165首。还准备车起立，咱领全首。
即位请坐。奉献咱请即礼拜的主的结束。请起立，定第四节。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天父，阮感谢你。虽然这个时阵有战争、有疫情咧困住咱，但是阮知影有你伫顶顶咧帮助咱，阮会当平安，会当得到祝福。阮安尼非常感谢，阮安尼今日献上淡薄仔金钱来做圣工内容，请你感恩。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下即位请坐。咱读今日即礼拜的经句，以弗所书第1章23节，咱做来读，请。教会是伊的身躯，伊所充满的，伊也是因万物充满万物的。以弗所书第1章23节。下面时间是报告，咱先开周报的中报告事项。邀请全体兄弟一组委来参与会前的祈祷。伫主日的敬拜时，请专心敬拜上帝，莫阁用手机啊，会当看圣经会使用。感谢王野子圣学生美好的分享，愿上帝祝福伊的家庭、甲课业、甲服侍。礼拜中要颁发填写新暗讲的生命填充题的鼓励奖，请兄弟嘛继续拍拼读圣上帝的话。礼拜后嘛有第2堂的华语的礼拜，请服侍同工留下来继续来服侍。礼拜后4日有妇女团契的聚会，主理是王国桥长老，内容是练诗，欢迎姊妹踊跃参加。15组的报告，教会甲团契的会议，我经将1月甲9月的会议的小整理好，交予朝小委员的李义君姐甲曾心莹姐来检查。10月24甲25、拜1甲拜2，本会总务司甲林务司要前往打客的来参与中会所办的传教士的在职训练。无伫的是会当联络总务司的手机啊，是0937524988，也是甲林牧师下来联络。10月26日拜3上午10点，伫教会有新感讲的查经班，踊跃来兄弟姊妹踊跃来参与。RPG 小组祈祷会，我要招新要学习的经文，读到线上的 RPG 的兄弟会当向林牧师来报名。各团契要注意，2个10月底前完成团契的干部的改选。
台北中会伫11月1号拜二上午10点，伫英国教会举办的第71届的第3个议会，本会真牧师、林牧师、真牧师拢要来参与听大道。中会妇女事干部的配合，北大吕宣道会举办的联会灵修会，时间是11月17号到19号，拜四到拜六，地点伫个邦桥吉士堡有氧饭店，伫个邦桥市民大道2段275号。甘肃是彭春勉牧师、叶长惠老师，费用是每一个人5500。会当看后壁的公布人要参与的，向文理馆妇女会长来报名。另外，12月3号拜六9点半，伫南门教会举办67届的新旧干部的交接的就任的感恩礼拜。总会教育的委员会伫10月18号拜5下晡的7点，19号到拜六下晡的3点，伫圣经学院举办16届的朱利欧老师的灵命培育生活营。要看咱看后壁的公布栏，要参与的咱向咱文育校长来报名。10月12月的新港讲读经嘛已经到啊，主题是伫个真理中徛定信用。兄弟会当一人扎一本转去，每日单独会主读经，要想使用根据来读经文，互您有生命的话语刚强壮胆。日里蒙恩得福，如因展示善腾。周报内底有10月甲28号到31号，11月甲1号到3号的新港讲的经文金句导读，兄弟来拥有来使用。这礼拜的圣经填充题是启示录4章到10章。10月24日陈运全兄，10月25还陈宇全，10月25日还陈素菊姐，10月29日陈子怡姐，再说有人祝您生日快乐，日日蒙恩得福。要大道以前，咱有一项事爱来做，就是填写7月到9月的圣经的迄个填充题吼，有10张以上的名单吼，要直接来鼓励吼，所以牧师直接来念哦吼，请要爱领会当领的人拢出来哦吼，来，王顺芳长老吼，来，后壁建签要省略啊吼，雷珠这桂珍姐、钟南吼，志成长老、秀雄校长、林龙元兄、美玲姐、圣山。圣坚林圣坚、连交这哦敬琼技师、众圣长老、怡君、陈恩、佩恩、敏恩一家雅慧电脑牛、丽英杰霍英兄、古金泰、李绍兴、江初之、邱树立、施义华、吴立坚、吴明珠。周慧金、陈水切、陈秀梅、陈伯良、小黄秀珍、庞瑞祥长老、邓瑞珍、钟秀才、钟小珍、殷金春、戴静怡、蔡少华、蔡慧清、蔡正哲、郑阿满、张素贞、陆银梅、廖万世、赖月娥、赵叶玲、庄雅英、许燕意
咱要请外籍长老哈来给咱颁发来。好啊，林牧师来到颁发了哈，来两个到颁哈，两位哈，那个来啊，好，谢谢哈，谢谢大家。来，够我，够哈。第二项的家庭奖规家哈，恁都有听到多少规家？什么人？什么人？李仲胜长老全家哈，规家拢写哈。啊，够我三代同堂全部拢写哈，李正昌家族。所以咱请仲胜长老哈，那个郑昌执事，来，家庭拢出来哈，有来拢出来，来。所以家庭奖是2张2份哈，啊，三代同堂是3份哈，来，弄出来，哇，这爱真好鼓励哈，有看无？哦，阿番这进来哈，好，来，众圣全家2张啊，啊，三代同堂3张，啊，多5个人是当一张啦哈，好来，迄只上哦，来看前面哦。哎，好啊，多谢哈。所以以后哈啦，爱较加强哈，好来写哈。好，安尼咱此时起立，咱3个同心来祈祷哈，来。主阮的上帝，阮3个主持，主阮在你听阮，也敬赏阮，阮诚侪你的儿女，阮遮敬拜，阮遮服侍，伫遐听叹。伫遮来领受上帝大大恩典，但只是阮特别伫遮来祈祷，透过你的面前，阮为了赵秀珍的爸爸拜年要开刀，主可以特别甲伊3个弟弟，黄基林兄伊的需要，主可以特别甲医生、甲护士、甲遮看顾伊的人3个弟弟，来领受你大大恩典，互伊伫即摆开刀，领受你最大的治疗甲祝福。伊的手放伫伊的身上，主，阮的兄弟姊妹中间，阮本身有侪的需要。主，阮常常伫遮透过祈祷来到你的面前，透过祈祷伫遮传达阮的心声。主，可能当阮对阮带导的，也是阮本身的需要。阮伫侪项事，才会需要。可能圣神充满伫阮的中间，你的圣神伫遮来带领引传，来应答阮对你所求讨的，帮助阮。伫所拄着，才会任何的事，拢有上帝你伫遮来看过。身躯病痛，有人继续看过，医治坚固伫因的心智，互因会当牵了甲上帝你中间更较亲密的关系，来看见上帝你的荣光、新业技术，也要临在伫因的身上。主，可能特别甲遮的兄弟姊妹需要的人3个弟弟，特别阮这是阮教会的需要，主你拢知。可你也特别为了阮的陪伴，无论阮本身伫遮所行做一切，无论伫遮的服侍，无论阮伫遮咧宣扬、咧引传、甲带领，主可会当互阮诚做一拍灯火，照耀伫即世代，会当诚做一个见证者来见证你的性命伫即世代所有每一人的身上。主可特别也甲阮3个弟弟。无论阮本身，阮伫遮的敬拜，以及阮的教会，主你拢教阮3个弟弟。所以这段已经超过半年以上的乌克兰甲俄罗斯的战争，主看你伫你的旨意中，伫遮来成阮每一人心中的期待。看你成立的圣手，伫遮来扶持甲帮赞，特别伫乌克兰这个受到困扰的国家，特别也因为安尼生，阮台湾即个岛屿也伫世界看做是因为中国对阮的威胁，也诚做一个真危险的所在。但阮知上帝你听阮，你拣选阮，阮伫遮用基督的手透过你的面前的时，阮相信阮要得到你偌大的平安。伫遐感动的神要临到伫，阮看见遮虽然有专制。总是依然有上帝你的心充满的这个世代，但其实阮伫遮对你所求讨的，主劝你伫你
会注重伫遮来应允甲成全阮，阮伫安尼求讨，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上营398首。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三享受圣神的帮赞甲引带，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今日主题到这，别倒闭会。